Hello，大家好啊！呢度係模型玩具情報室啊。Tamasulation SHF 系列咧繼撞馬之後咧，再度發表出自幽遊白書嘅新商品 SHF 飛影。幽遊白書作品之中人氣角色飛影係出生喺冰河之國嘅冰女之子。因被視為受詛咒帶嚟厄災嘅人一出世就被族人遺棄。為咗揾翻山姆冰塞所留下落嚟嘅冰女石而裝上第三隻眼邪眼，飛影擅長使用劍術以及操控魔界黑焰嘅格鬥術邪王焰殺拳。因為力量過於強大而且無法自制所以必須要利用繃帶纏住右手同埋邪眼封印邪王黑龍嘅力量。SHF 飛影可動玩具還原翻飛影喺黑暗武術大會篇同護魚女戰鬥時所穿嘅服飾係一樣。呢一次 SHF 可動玩具嘅飛影亦都係第一次登陸係可動人偶玩具系列。喺尺寸方面大約就13cm，透過豐富嘅替換零件重現翻精彩又熟悉嘅戰鬥場景，包含咗拆下繃帶露出額頭第三隻眼嘅臉部表情，配搭替換頭髮同埋唔同嘅面部表情。另外仲有纏繞住黑龍嘅手臂，釋放邪王焰殺黑龍波嘅巨大龍頭特效件，以及係豪華嘅邪王焰殺劍等等。而且呢一隻玩具亦都係附送咗之前幽助即係出嗰隻玩具另外一個表情部件，再配搭翻飛影瞓覺嗰個表情零件想換起上嚟亦都係非常之有趣。唔知大家對幽遊白書呢套動畫漫畫有冇深刻嘅印象啦？咁如果中意呢個系列嘅話咁記得到時留意下。預計喺2026年嘅9月發售參考售價係9900日元。應該至今就 SHF 系列幽遊白書咁就發表咗差唔多4款嘅可動玩具啦。咁唔知幾時又會到桑園呢？我諗好快。我自己就比較期待魔人幽助同埋妖狐撞馬啦。咁唔知大家又會期待啲咩角色呢？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俾我。好啦，介紹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 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你哋嘅支持係對我出片係非常之有意義嘅。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